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，消防完成滅火同搜救工作，死亡人數增加至128人，包括一個殉職嘅消防員，79人受傷，包括12個消防員。目前仍然有大約200個失聯個案情況未明，唔排除警方進入搜證嘅時候，再發現更多燒焦嘅屍體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，經發現宏福苑嘅棚網達到阻燃要求，但因為發泡膠圍封窗戶，導致火勢迅速蔓延。正式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調查。保護網我哋嗰個初步發現呢，係發覺佢係達到咗係一個阻燃嘅要求嘅，但係包圍住大廈嗰啲窗門嘅發泡膠板呢，係高度易燃嘅。根據而家我哋初步掌握到嘅資料呢，我哋相信最初起火嘅位置係宏窗角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，其後呢，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，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，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，並喺短時間內咧係波及咗宏福苑其他6座嘅樓宇。大火咧係引燃咗貼喺嗰啲窗門上面嘅發泡膠板，令到玻璃爆破，令到火勢咧係急速增強，並且迅速蔓延到咧入到室內嘅。短時間之內，室內室外嘅面積咧係大面積係同時起火，最終釀成今次嘅災難。